后来，这个18岁以下囡仔嘛会当来领3倍券，也毋过儿福联盟调查发现，有超过60成的家长无甲囡仔讨论看这个3倍券要安怎来使用，也有将近1成的家长直接就甲囡仔的券共摕去使用咯。儿福联盟讲，安尼真会产生着亲子的冲突，建议家长会当甲囡仔做伙来决定看这个囡仔的3倍券要安怎来使用。什么3倍券？住饭店？要买球鞋？要买玩具啊？对。 3倍券要安怎使用？其实囡仔有家己的想法，但是这其中到底有偌济人会当真正家己做主呢？被拿走了，剩下的那些钱还在妈妈那里怎么办？需要的时候跟他要。我已经全部拿去换成现金了，跟家人换，因为找零比较方便。儿童福利联盟的调查发现讲，有超过60成的家长无先和读国中也是高中的囡仔讨论3倍券要安怎用，有8.3%的家长家囡仔3倍券全部拢提走，另外有13.3%的家长提走一部分的3倍券。咱来访问家长，因是安怎想的？也没有跟他讲3倍券的，因为怕他们觉得3倍券应该会拿来买玩具会比较实在。可你这样讲，他们就知道了。对啊，他们知道了。有听到吗？小孩不懂事，因为我小孩比较小，是一年级而已，对，然后就是似懂非懂的这样，嘿，对，但是他知道说有这一笔钱，我们可以去玩，然后不用再额外付钱这样子。虽然讲囡仔的年纪可能无遐尼简单会当了解讲3倍券要安怎用，但是儿童福利联盟建议家长应该和囡仔做伙来决定，提早培养囡仔对钱的观念，也是讲会当做家庭的旅游基金，对亲子的关系嘛会较好，减少冲突。